你以為點香淨係聞陣味咋？你真係睇少咗老祖宗嘅智慧啦！你間屋住得舒唔舒服，環境好唔好？你點一支香就知答案啦。如果香啱啱點着，啲煙四圍散，或者係分叉唔連貫嘅，就代表成個空間好亂。尤其係啱啱搬入去嘅新屋，太耐冇住過嘅舊屋，都特別容易出現呢種情況。如果你想知自己屋企有冇咁嘅問題，可以試下我呢隻香，每日點3次，一次一支，擺喺客廳或者睡房。你第一次點嗰陣，啲煙一開始會四圍散，好正常。只要你堅持每日都點，最快1個禮拜，你就會見到啲煙慢慢集中，最後一柱擎天。呢隻香係用沉香做嘅，大家都應該知沉香嘅價值。而且好嘅沉香，老人家同細路仔都用得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喺屋企用。有需要嘅攞2盒返去試，1個月之後你就知呢隻香有幾好啦。